你如果想要自由自在，然后吃饭的时候完全没有空间的压迫感，而且吃饭可以吃到通天通地的话，就来到我们大稻埕的慈圣宫。这是我们台北市啊，三大庙宇之一，而且呢，你踩到的瓷砖。你看到的梁柱，每一个至少100岁起跳这样子。那它呢，曾经是雄兴的庙，那马上就进来看。而且呢，这间庙不仅仅可以让你的心愿达成，还有你的5张庙也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安慰跟满足。还要排队哦，还要排队，对。但是报何志伟名字跟你讲要不要排队，还是要排队。爸爸，我们进去看看。那喜欢榕树的朋友，你会发现在这里，它的树长得真的还是非常的奇妙的旺盛，就砰这样子。对。来，欢迎光临。欢迎来到一个心想事成的好地方，来许个愿好了，希望台湾一直都是自由跟民主希望台湾很健康，什么猪不要生病啊，鸡鸭鱼肉都很健康这样子，然后还有我们的海鲜，因为我还蛮喜欢吃海鲜。好，最重要的一个愿望是，希望每一位尊重、热爱台湾的人。都能够保持那一颗单纯快乐的心。天气这么好，我一定要把阿川叔叔不是川普总统点个平安灯。那希望我们的台美关系越来越好。那里面有小英总统，然后还有川普美国总统阿川然后当然会觉得奇怪吗？不会啊。我们这边是第一次有人帮总统点灯吗？对。美国总统也是第一个吗？这样你会觉得我很奇怪吗？不会，好，OK， 好，欢迎来到我的自由小天地。对，台北市应该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在大树下吃饭。他们这里的一些鱼呀、海鲜的处理得非常棒。不油不腻，然后全部都是胶质。像我这种老熟肉啊，还可以养成这个样子。等一下就跟你讲我的秘密在哪里，懂吗？来喽！欢迎来到我朴实无华的幸福，朴实无华的幸福。跟你讲，这个卤肉饭真的可厉害了，你还不用吃到卤肉，就是光是这样搓一下，然后，哇！然后你的嘴巴就会黏黏，它胶质真的非常的多。那这里呢，我觉得真的很好喝的是这个排骨汤，就是你看这朴实无华，喝下去你就觉得哇超好喝。它那个猪肉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它一早起床就会开始孔这样子，而且是那种温体的猪肉，所以你在喝的时候它是透明的。但是你觉得你在喝牛奶？那个对，菜桃是甜到你好像有加糖一样，但是它就是没有加糖，真的很赞不好意思，先让我喝一口，不然我没办法录下去。这个红烧肉啊，可厉害了，有没有看到？外面这么酥这么酥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收得到收不到这个声音，会咬下去会先卡滋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能 Q 完之后，这个北菜桃它的酸、它的甜，还有它的香气，然后全部迸发出来。然后北菜桃腌过的还可以去油腻。烤菇，烤菇，烤汁，这个茭白笋啊。它是做2种的，一种是咸的，然后另外一种是甜的，所以你同时可以吃到2种滋味。那为什么要来这里吃？我跟大家讲个小秘密，不能让大家知道因为他们这里开太久了，那一经营可能就是将近半个世纪所以他们会拿到的茭白笋或者是拿到的蔬菜特别生鲜，对。